请同老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君。大家好，我是永平。永平，你个按道是呗吼？有最亲好看的表演冇？表演有啊，比如讲，我亲好看的就係兄弟姊妹共下來表演。兄弟姊妹共下來表演咯。係啊，你做得看到哦，看到嘅默契、感情，還有家人的一些和樂，對不對？按度好，今邊嘅評審地度就咁準備好嚟。今邊就會有準備一堆姊妹，有這樣多吼，你睇兩三個姊妹感情當好，默契咩當好。哦，今邊來介紹評審先生哦。好。歌謠班先生王信輝先生，歌謠班先生王立白先生，客家新傳師楊妹妹，今天有請到那個兩姊妹，向下帶來嘅精彩嘅表演哦。繼續嚟看哦。可以。谢谢，掌声鼓励。嗨，谢谢。欢迎两姊妹，就会冇穷用。谢谢哦，上到一模一样哦。两位就穷用奖，两位就穷用奖。公司出品的，穷公司出品，穷用的那毒品出品。是的，是的。有没有麻烦呀，两位先生哦，听我们做一个评审的哈，哈，请他们请今天的两位先生的精彩的表演哦。谢谢。请他来看一下我们体育的表演。
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欣赏钦定的，迄讲3位评审一致通过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。来当中跳摆嘅世界，讲合法袂管同学我，生风为我嘅太阳下，请说过也去听那种人人情，留到唔爱留下意义，告诉你做了自己，真真心，多了哈。无爱的交易，合法打着鼓，啊哈，基本的门好意，心说可以，来告你讲你好漂亮，谁们安阳刚像一声梦呓，有空来玩，有喊来了吃饱了吗？吃饱的莫最后爱好俩己爱。来天公跳摆嘅世界，讲合法为管同学我，生风为我嘅太阳下，细说过也足见那种人情，流动爱留下意义，告诉你走来走去，真深情，多了哈。无爱的交易，合法打着鼓，啊哈，基本的门好意，心说可以，来告你讲你好漂亮，谁们安阳刚像一声梦呓，有空来玩，有喊来了吃饱了吗？吃饱的梦，最后爱好俩己。说可以，来讲一讲你好漂亮，谁们安阳刚像一声梦呓，有空来玩，有喊来了吃饱了吗？吃饱的莫最后大家穷下来后，最后大家穷下来后，最后大家来好下家吧。送上鼓励，分享也对，分享叶老师，也欣赏，哇，非常荣幸。按位高啊，真劲呢，高到按多少按位啊？小朋友从小开始学嘅，从小迄对一些幼稚园，幼稚园，按细时节就老用穷下来练习，从学习嘛。系有什么困难的地方？困难就係叫做寫書來教嘅，其實一邊教一邊挑，可能就沒有一開始就說我要來當世界冠軍，沒有這樣的企圖的。沒想到，他們都是邊學邊玩，然後爸爸媽媽會覺得說，他們越來越進步，越來越可愛，就鼓勵他們參加我們的比賽表演，慢慢看到出他們的潛力就發揮出來。真的要會感通啦，看到家嘅神眾啊，尤其係也欣賞教出來嘅學生真的好多，而且都是精英中的精英。對，那都既然這麼完美了，楊妹妹老師可圈可點，還能講什麼呢？來，對。因為我想葉老師和美麗煙親有名嘅舞蹈老師，尤其是展夢圓。那剛剛看到小朋友嘅表演，呈現出力與美的線條，我覺得真的很棒。懂站的
继续加油，未来可能是明日之星。谢谢，谢谢。电感功一激发就可以某发动啊，真的好棒哦。对，那直接拿奖金出来吧。还我真很名声清长，给奖品中的随便。要看灯对不对？就亮吧，老师。就是我们会切成，就是把胸部变成一个四方形这样子切割，左右，很好很好，左右左，然后往上。有看过张宇的表演吗？来，你是这个。要看灯对不对？就亮吧，老师。老师就来吧。哎呀，一支苦歌30倍。OK 的啦，好。谢谢。来，闪梦园的叶先生。谢谢你哦，叶老师，你真的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很感动。感谢。有你真好啦。来，谢谢。听下来看下一组的表演。
中赏鼓励苗栗烟3层，3层嘅散赏。好，刚刚能介绍一下夜团好冇？夜团係苗栗煙客家散賞獻歌協會，也吹人馬當太人馬，差唔多有83。今年成立已久嘞？成立都也有13年的時間。好13年你看都是退休的先生啊，對啦哈，有副市長，退休的先生哈，青島退休的，本來也在協會本來只有唱山歌哈，但是我慢慢的我就推廣，客家流行歌嚟咩嘢好聽呢嘛？好聽，都慢慢的我就要變客家那八音，我青島先生會帶定來客家八音，個人嘅北管，北管也很厲害哦。咩輸遊過各地方去表演。有到國外去冇？冇到國外去忙。接下來就要來去了，對不對？向他的祝福以後哈。希望。今年也安排旁隊都是一啥表演都按精彩，來搶公平啦，來，新慧老師。苗栗散賞客家獻歌協會哈，帶嚟一首嘅我就想到岳飛哈，岳飛的《滿江紅》哈，哇，這唱得非常非常有味道。然後這個搭配到人哋塔嘅哈，傳統嘅塔嘅，還有啲歌符，還有傳統嘅客家鼓嘅，哇，讓你搭配起來真的非常非常嘅呈現無窮嘅感覺哈，非常好聽。安子識，謝謝。好，我們就來看3位評審欣賞有辦法一直同歌冇？請給燈。今日個獎金吼，看按多少唔拉盤，咁無就控一下飛機。咩上按用係本了，冇就講2000你用本硬好好本。加2000又嘛唔好本，規起日個錢就控一下飛，好天天的存，好鍍金用嘅好冇？好，向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咯。掌鼓励星星啊 ，Hello， 星星啊，星星啊，星星啊，那英文名真可愛啦，哦，星星啊，星星啊，安子誰？讓我講一句安子誰？哎呀，還有別句嗎？苗栗人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苗栗星星啊，苗栗，糖愛色哈巴，按鈕，一西西嘞，一西西，一開始你是舞蹈系畢業的嗎？
我半路出家。对，半路出家。小时候学跳舞，就是小时候学芭蕾、民族、现代。那就是因为喜欢跳舞，但是也没有说拘泥一定要哪一种舞蹈。对啊，因为我喜欢旅行，还有各国文化，所以就是有机会学像夏威夷舞，或者是肚皮舞，其实都会想要尝试。肚皮舞是在什么时候情况之下会想到想要去学这个肚皮舞？刚好我姐姐跑去上课，那你就觉得很有趣，好像很好玩这样子。学肚皮舞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诀窍吗？或者是它困难的地方？困难的地方就是可能他的动作就是每个部位都分开，然后呢，就是可以练习用那个胸部画靶，画圆圈、画八字。从哪里画？你要慢一点，要慢一点。先画圆好了，就是我们会切成，就是把胸部变成一个四方形这样子切割，就是左右，很好很好，左右。左，然后往上，上推，画圆，推到上面，然后推到右边，然后再放下来，很好。有看过？其实有看过章鱼的表演吗？来，你是这很难呢。我也有天分，你有天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老师不要勉强。应该今天晚上就学会了。今天晚上就会了。对，今天晚上回家。你一看就知道我跟男朋友练就学会了。他觉得还没结婚呢，男朋友哎。哦，你的新闻都那么大了。我想说，我还没有结婚，你应该还没结婚。一定还没有了，今天呢。唐贡品，听讲评，我在旁边慢慢练。老师，来，除了慧君头下跳嘅吼。不是讲意外，就讲形象。那形象哈，那个形象，他给跳到啊吼，本人知道懂想人哈，懂想人安尼知道讲看见你跳千上的去学啊哈，即係講要達到你能夠本他個上去學嘅安尼嘅嗰種舞姿出來哈，嗰種知道講嘅技巧色彩不錯，懂嗬？很讚哦，懂你。前輩，這沒有話講了，這也是專業的老師啊。這個是以前那個就是宮廷，就那種埃及、中東宮廷，然後就是嬪妃要跳給國王看，對，那你覺得我這樣會得寵嗎？王看，然後誘惑他，然後就可以趕快生小孩。你覺得我這樣會得寵嗎 ？No 哥已經得寵了。No 哥，我們來看燈，看燈。好了，接下來跟3位評審現場有辦法一直通過。來，老師請給燈。耶！3個人，很開心。謝謝你，醒醒吧，醒醒呀！醒醒吧，醒醒呀！很精彩哦，今天的那个表演的节目嘛请认真哦。精彩！还有前什么今天的那评审欣赏，还有所有的唱水仔，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向前同到飞，大家来上飞，再见哦，下次见。